来看咱国内消息，这个台中市原主街哇，这个卤肉饭讲开业已经47年啊，即嘛因为当地讲要镀金、要改建、要停业，未少人客听到这消息呢，赶紧来试这个将要消失的好滋味，连艺人嘛去，伊讲嘛真唔甘。是讲伊这间卤肉饭的店呢，台中有4间分店，上楼一间伫第2市场，已经有70几档啊。4间分店拢有无共款的这个卖相，共同特色就是真好食，是真济台中人记忆中的好滋味。小的2碗，2碗 OK。伫咧白饭搅一大汤时的肉丝，搁放一块卤甲真金骨的控肉，豆豆脆脆清香。一碗香公公的控肉饭是台中人拢知影的美食。台中北区原主街做超过47年的厉害卤肉饭，宣布要伫咧6月底就卖出啊。就习惯了啊，感觉就是合自己的口味啊。它最主要就是有那种妈妈的味道啦。会不会觉得很舍不得？舍不得啊，对啊，吃了都吃41年了。看到爸爸专程来吃的。对，这是台中的记忆吧，台中的回忆。真侪人客听到消息，赶紧来食一碗台中人的火烧，都含家人李叶嘛伫咧边找朴准影片，分享伊去食饭时听到头家娘家讲不爱做消息，表情是唔敢相信。今日叫我特别结束啊！我要走啊！什么意思？你讲啥？啊，今日结束了，今日嘿。政府要收掉，我就无法度做，要去大楼啊。啊，伊我年纪嘛有啊，唔爱讲我啊，我还休困啊，莫做安尼啊。啊，少年接吼，我嘛是个聊咧，我就无法度。啊，所以讲叫人去食头路安尼啊，唔敢哦，这人家大讲真好呢。伫咧台中有4间分店的厉害卤肉饭，伫咧2市场的总店、西区中美街和第2区大平路，3间店拢是大汉后生同学第4代咧做。原主街是第4个家己出来开，因为途经改起的关系，47年的老店就要收起来。人客拢希望因会当去找所在，去重新做。啊，头家娘是讲，真正有会啊，嘛做无法啦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